后来继续来看中国的汽车比亚迪，进前打算要透过泰国制造抢入台湾市场，结果互经济部来封杀。周刊上新的报道讲，比亚迪透过经销商7月28请立法院长韩国瑜甲江启臣的幕僚食饭，其中佫包括着总务处长廖景志。因为廖景志是文官的身份，去参加这种的饭局，若是无报备，恐惊已经违法。廖景志是来陪会讲，甲对方并无业务的往来，所以并无违反规定。外形进入现代感，车内嘛正舒适。中国车商比亚迪想要抢攻电动车市场，进前风车讲，由于透过泰国制造进军台湾，同时经济部点名生产地将会动翻，今嘛请立法院高层食饭。7月28号，比亚迪就是透过代理商太古集团，在这间位在仁爱路2段的高档台菜餐厅宴请立院高层，而时间点敏感，就在7月6投票后的第2天。周刊写讲，这场参会甲参加的人，包括太古集团的代表、立法院院长韩国瑜、甲副院长江启臣的幕僚，也有总务处的处长廖景志。廖景志有文官的身份，若接受这款招待无报备，恐惊违反。其实我有确定过，我们那种就是没有业务往来、没有承揽关系等等的，所以我们没有违反廉政规定啦。除了到国民党立法院人士直接周刊更加曝光，伊嘛想要游说民进党。确实曾有人接触过我，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。觉得洗产地这个东西倒也不用担心的，因为中国大陆很多东西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，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。比亚迪是打算要生产地进入台湾的市场，本身就真敏感嘛。接触立法院人士的时机，竟然在726罢免投票以后，又搁引起调野的争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